一般这个白龙船比赛，拢是伫个河，也则是溪来举办。全台湾唯一一场伫个大海举办的龙船比赛，后礼拜六要伫个桃园大园仔的德维亚的渔港来举办，有42队报名参加。请启动！哇，掌声鼓励！ 展出冠军纪念奖，桃园市长郑文灿亲手替这个奖打金箔啊，当作全台湾首创的冠军纪念品。因为2019桃园市长杯海上白龙船的比赛6月初2要伫德维渔港比赛。 来自全台湾42个队伍参加，那这个海上龙舟赛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5年。为日本时代开始，经过100年，作为全台湾唯一的海上白龙船的比赛，桃园市政府今年佫结合真济5日节体验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。因为渔港经过改造以后，非常具有魅力。那所以海上龙舟赛期间也会有市集、有 DIY、有各种文创活动。 那欢迎市民朋友来。除了精彩白龙船比赛，主办单位佫特别伫渔港演练各种海上救生的项目，要确保海上白龙船的比赛闹热佫安全。